另外，上新的消息来关心，玉山金矿伫早暗又召开重大记者会，宣布因要开27亿外去买保德信投信，全部91派股权。若是等主管机关金管会核准，因就要启动这件合并案。伫日浪17年了，玉山金搁再登到投信的战场，昨暗开重大信息记者会，宣布董事会决议通过登记股权投资案，将并购保德信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91.2派股权，投资金额27.62亿。第4个10年，我们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够壮大玉山的版图。好，那也希望可以壮大玉山银行的版图。那壮大玉山金控版图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，就是把我们证券生态圈的给它完善，投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玉山金伫咧进行包括投信的子公司，伫2008年甲投信的经营权100%拢卖出去。玉山金讲，迄当阵甲只卖考虑点已经无同，这回为了要扩大金矿的版图，备战台湾进入金矿2.0时代，并购保德信投信，将会当帮助伫咧证券市场研究等方面扩大服务的量能。股利的配发不会有影响，不论是在事前决定，或者是这次这个并购案宣布之后，都不会有影响。那这个日期双方都很难是去说哪一天是我们的目标。好，那但是我们都有共识，越快越好。新兴病和金矿的版图洗牌，因为玉山金的重要信息，就是宣告金融整并大代志，搁增加一件。玉山金讲，保德信正重视送件通过可能性，所以会伫上短时间内向金管会送件，而且挂保证，保德信投信员工全部拢留来无问题。不过，这项交易也会等主管机关核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